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2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花莲的海啸。今仔日翻点过12点35分的时阵，发生规模5.3的地震，深度敢若23.1公里。地震中心伫咧花莲的近海。咱那花莲昨昏早起10点40分的时阵，嘛有发生规模5.6的地震，全台湾是拢感受会到，而且过无半点钟是各有一解。气象署讲，即个地震是4月初3地震了后，迄个力产生转移的作用，才会引发地震。所以即个是发生伫咧无共所在，请民众毋免惊吓。位于监视器的画面会当清楚看到停靠伫门口的汽车对地震一直摇晃。当地活动中心拍倒球的民众嘛感受会到地震一直摇。是没有上次3月那时候4月初的时候大了，但是就是还蛮大的。到伫早起10点40分，花莲海峡发生规模5.6的地震，地震深度30公里，上大震度是4级。人较无30分，早起11点07分，花莲县近海搁再发生规模4.6的地震。气象署表示，虽然这个规模5.6的地震是4月初3花莲强烈地震的地震尾，不过发生的所在小可无共，伊是伫花莲偏南部，毋是北部，应该是4月初3花莲地震发生了后所产生的应力转移作用引起的。一个大地震发生以后，这整个震源的地方的应力结构，它会有做一些重新调整。那应力也会有一些做一些转移哈。那本来北部的地方是它这个今天这个地震的一些屏障的范围啊，因为这个屏障减弱以后，也有可能会触发出南部这边的地震，它会提前的触发这个地震。有一个断层在那里，但是它是卡住的，全部都推不动。现在那边已经破裂了，开始滑动了。这时候菲律宾海板块从那个西北折过来的那个地方那个空白带现在就可以推挤。根据气象署的统计，4月初3强烈地震到即马已经发生900外界地震尾。地震了后，除了太鲁阁真侪所在断几落过，就连秀林乡的木瓜溪水源头也产生一个面积有5.6公顷的淹塌湖，囤积的水量有43万立方公尺，都相当是226个国际标准游泳池的水量。聚落的高层距离河床高差大概还有10到20公尺的一个高低差，而且部落距离这个堰塞湖也相当的远，所以不会对下游聚落造成立即的危险。好在在经过评估，准讲俩放弃水尾的东门甲营丘部落未受影响，不过林业署原来呼吁水尾的居民甲游客千万唔通去客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针对这届花莲的地震，虽然国民党有提出403赈灾重建条例，要编150亿的特别预算来协助重建。不过因为住户大家意见无啥共款，到今也无法度决定到底是要拆也是补强就好。也那宏大红单的山海关大楼，昨天下晡已经先投票，决定要先做补强。为了要花莲乡亲能了解403地震灾害重建条例内容，花莲县府邀请包含受灾户、观光产业界代表参加说明会，解说已经交付立托的403地震灾害重建条例内容，包括即要认定是红单拆迁重建，重建费用会由中央政府专业来负担。相信在5月20号前后会3读通过，到时候150亿的资金的挹注。不管是在花莲也好，新北还是台北市的万华也好，也是桃园也好，通通可以使用。另外，伫即摆地震中被认定是红单的山海关大楼，经过结构技师搁再确认，即阵已经无伫咧拆除的名单内。抑过未来是要拆掉电器，也是要来补强。管委会伫2月经由投票来决定。包含委托书的部分，总共有89票，那里面有74票是赞成做耐震补强的，14票要做重建，1票是无效票。所以我们大楼已经在今天决议，我们要走耐震补强的部分。山海关的决定，真做403地震了后，花莲头一栋要以补强来恢复刚远的大楼，外界也真关心是不是真做指标性。现在目前有强制拆除，就是说它的这个建筑已经倾斜，那持续有变位的状态哦。那现在目前有9栋，那至于其他的大楼，他们都是属于还可以去做修复跟补强的，所以我们就是很希望他们能够走这个弱层或者是耐震补强的这个方案。
也若统水大楼是继续维持红单，恐惊面临跳度的命运。不过是伫原地，也是别个所在定起，真侪住户上大的争议。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原地重建。那这个部分不是我们可以去这个投票决定的，那必须还要经过观察，比如说地质的探勘或等等后续政府的一些配套措施。根据花莲县政府前统计，控诉控3的灾情比0206更加严重，大约2000多户红单黄单，其中红单54栋，黄单58栋，需要赶紧来决定后续处理的方式，争取时间，争取经费，才法度予受灾户较早返去家园。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风面wat来，北部甲东部拢会落局部的短暂雨，咱做回来看分图。今仔日马祖、金门、甲偏湖拢会有局部的短暂雨或者是雷公雨。台湾北部、东北部也阁有东部，有的所在会落短暂雨。过到中部以北甲东北部也阁有其他的山区，部分的所在嘛会有雷公雨。其中马祖、金门甲山区过到可能会落大雨。为明仔载开始到礼拜，方面伫咧台湾的附近的鹅，都要特别注意短延时的强降雨，也阁有雷公四呐甲透风。也若西半部、甲宜兰、马祖、金门、偏湖，都要注意有的所在会落大雨。不过今仔日中昼迄卡到台南、高雄甲台东县，拢是高温感觉式的灯号，可能会有连续36度高温的情形。也若屏东县是温色的灯号，提醒伫南部的民众，即马天气是真烧热，水都要加啉寡。昨昏的天气是真好天，各地高温拢有甲30度以上。伫台南玉井昨昏过昼就称甲39.7度。也若气象署预告，为8日开始会有2波锋面到位，东北部可能会落大雨，而且即个锋面影响的范围是真宽，会甲中南部嘛有可能会落雨，而且这雨可能会落规礼拜。日头出来，不少民众透早就来公园散步做运动。气象署表示，8日开始陆续有2波锋面会影响台湾。头一波是22度开始锋面瓦近，23影响24锋面的通过。第5波锋面会伫礼拜四25到位。华南这个所在，这颗的水汽瓦近了后，拜5甲拜6就会影响台湾。这2波呢所带来的影响，大概都是比较短时间的降雨为主，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就是时雨量大概超过40毫米以上。气象署表示，8日开始，西半部、东北部地区拢有明显落雨，而且可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极无大雨发生的机会。而高温差不多是伫25度左右。拜四了后，锋面系统搁带来水汽，而且一直到拜6，水汽也是真侪。2波锋面影响范围真宽，东南部原来有落雨的机会，渴望对水库的入水有帮助。大概会从礼拜2开始一直到月底都会有类似这种午后雷阵雨的，但是它其实是锋面型的春雨的发生。那这些降雨对台湾地区的水情它一定有帮助。那整体的水情仍然是要等到5月的梅雨的这个状况明朗以后才能更清晰。水利署表示，为气象署的预测，今年5月至6月，黄酸雨季的信号已经出现了，而且这个礼拜2了后，原来有强降雨的可能性。评估了后，认为水情的灯号无调整的必要，后续也是会变动做检讨。对于6月到7月降水稳定的目标，真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长仔病毒伫咧台湾已经5年无出现大流行啊。4月13迄礼拜，因为长仔病毒就医的人数要甲10万人，创下10年来共期上悬。医师预告，即马天气愈来愈烧热，上紧伫咧6月份就会达到高峰。过来看《自由时报》。2年前因为疫情压悬，民众烧济买防疫保单，保险公司承担2700多亿理赔损失。当初为着防疫保单安排再保险，不过有7间保险公司有超过300亿的再保摊费讨袂转来。即马有5间已经正式提告，对负责再保险的德国汉诺威提起诉讼，要求都要照契约来做理赔。过来，咱来看《联合报》。台北市公车的驾驶员欠卡手有甲3成，交通局讲，伫去年底就已经建议改善的方案，而且甲中央提报，希望开放外籍人士来做驾驶员，
嘛增加驾驶员的待遇，请更较侪人才来投入这度。来看交通的消息，伫路口无让过路人的这个违规，今年1月份至3月份，双北都罚超过1万件。进前伫咧新北的中和有一个坐伙人，伊要过一个无青红灯的路口，少年煞10外台车无一台停落来，互伊过车路。即马警方要来查证，若是事实，就会依法来开单。老妇人人土河线想要过车路真困难，才拄啊大马条线，随搁向后倒退路，都安尼卡伫路口，无法度搁向前行。汽机车一台刷一台为面前过，真无简单。有骑机车人一手免让这老大人赶紧过，啊毋过对向搁有汽机车硬是要过。经查民众检举系统，本分局已接获中和区连胜街与连城路171巷口车辆未停让行人之交通违规检举案件，查证后将依法处置。代志是发生伫新北市中和，现场是无青灯的路口。当时监视器有翕到前后超过10台汽机车通过路口的时阵，拢无停落来。警方会当依照道交条例罚1200至6000块。除了无停让行人以外，因阁有一个骑机车的查某人路口弄红灯，阁发生车祸。互人弄到的红色轿车挡风玻璃拢碎去，钣金车卡受损。警方调查，肇事的30外岁骑机车人，毋若弄红灯通过，也阁无照驾驶，阁加一条罚则。双方酒测值为0，机车驾驶受伤送恩主公医院救治。经调阅监视器，机车闯红灯部分及无照驾驶再犯部分，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3条1项及21条2项开罚。汽机车驾驶违规行为真多，针对无停让行人，去年修法加重罚则。按过刑法上路了后，警方处理这种的违规，敢若双北今年1月至3月，拢总也是万外件，也互台湾到即马也是无脱离行人地价的臭名。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冠疫情较转好了后，真侪人拢会出去佚佗。毋过即马中东的局势是真紧张。有旅行社就讲，过去咱台湾人去以色列还有约旦的旅行团，每个月拢差不多有10几团。毋过即马拢已经全部取消啊。另外受到欠工甲战争冲击国际油价影响，机票嘛愈来愈贵。有学者就讲，机票的价效已经是无可能搁转去到像疫情之前遐尔俗啊。就惊以色列甲伊朗中间冲突搁发生，国内伊朗旅游团最近出现取消情形。尽管伊朗国内经济、人民生活一切正常，旅游的景点也相关开放，不过国内旅游业者坦白讲，国内民众对着中东旅游市场拢已经一直在取消了。以前以色列、约旦一直都是有团体陆续出发，一年当中，其实，如果说每一个月来讲，都有几十团，台湾整个加起来，本来是一房难求的，然后现在的话是几乎你想去都有位置。旅游业者讲，因为中东经济无稳定，其中包含以色列、约旦甲伊朗的旅游，短时间内拢有出现游客唔敢去的情形。万一战事继续进行，国际油价恐惊会受到波动，这也影响到旅游团机票价格大起。业者讲，以10个即要出发的旅游团来讲，即阵已经伫顶礼拜完成开票，就惊即个机票价格会变动。随着疫情了后，旅游市场重新来恢复，学者分析，机票价格比疫情进前起65%，航空业营收增加27.5%，旅行社营收也增加7.8%。不过，以今年第一季甲去年第3季、第4季比较，机票价格有慢慢下降情形，预计未来也有可能的落价。如果能恢复到过去的20-30%，涨幅20-30%，大概就是已经是上限了。我认为这个时间大概还要有1年的时间，才会恢复到一个这个稳定的状况。学者认为，未来机票价格受到机会供应慢慢恢复正常，有可能慢慢来落来。不过，绝对无可能转来到疫情进前票价水准。也旅游专家建议，若是出国拍算，无一定爱伫1年前就买机票，应选伫出发前7个月到前2个月买机票，较有机会买到较俗的价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职棒台冠雄鹰队的主场，也就是伫高雄大比湖的球场。不过，台冠的总教练洪一中伊是真生气，讲昨日比赛了后，伊封关伫咧球场地下室的停车场，无法度出去。伊是大力批评球场的工作人员。针对这点，高雄市府半暝发声明讲，承认确实是有疏失，这是开始会甲球场的主管随换掉。
台港雄兴甲中信兄弟3连战，昨上尾一战，中信靠着魏世成的好投，国家打线的火力支援，比赛结束8-0完封台港，摕到2胜1败。然后3换这一球，最终是一个再见3振，用速球让保胜大帝叶宝地挥棒落空，遭到3振结束了这场比赛。不过，这边系列赛有出一件代志，伫咧主场的台港雄鹰总教练洪一中。20比赛后，所有人关伫咧定庆湖棒球场的地下室停车场，无法度出去。伊批评球场的工作人员态度无啥好，总含比赛后直接离开无加讲。洪总，铁门互人关起来，外口工作人员讲要斗相共找人，不过过10分钟啊，拢无动静。洪一中期间一直弄门，总头啊一个黑青，球迷讲是不是沟通有问题？就觉得有点扯，然后。就是需要多做一点球场上的管理，不管是不是误会，就是这个沟通的渠道要更明显一点，这样才会让就是整个流程顺畅一点。伫代志闹大了，高雄市文化局成立管理有疏失，随甲球场的主管换掉，其他人员调查听诉。那总教练因为受到媒体的访问，所以比较晚离开。那在接到总教练的这个通知之后，我们也在5分钟之内赶快开启，让总教练可以离场。想要让球员伫咧主场有更加好的发挥，也怪靠各方的全力支援。但更雄鹰球团也发声明，讲未来将会继续加强甲高雄市政府的沟通协调，以后将会更加加强在地经营，努力得到大家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咱来看台中，前几天台中发生一件占车位停车的纠纷，在过程当中有一个人伊摕伊警察的证件出来，要求对方都要甲车驶走。落尾手督察单位查到这个警察，伊是伫咧台北内湖服务，伊伫休假期间有无妥当的行为，也那内湖分局嘛回应讲会照规定来处分。行车记录器这台车伫咧等车位，左边有一台车突然间切入来，这个穿黑衫的查甫人随甲车驶走，互伊停，后壁单位的人真不满。警方认为是这台修路车插队，不过原本甲车停伫咧车架内面，这个穿黑衫的查甫人真不满，一直甲警方讲，伊是伫咧替修路车占车位，而且也无证据证明涉人先来。没有，我跟你讲，人到了，他才从外面骑过来的，那你要怎么说他先拖出去或者什么？后壁等你这个驾驶更加不满的是，有另外一个穿白衫的查甫人，伫警察一回来的时阵，把证件摕出来，讲伊就是警察，叫后壁这台等你车驶走。就是要我就这样离开，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太不合理了。你今天身为警察，你反而就是公私不分、不清不楚，只照顾你自己的家人，我觉得这个行为是蛮不 OK 的。未出示任何证明为警职身份的文件，且该男子亦非本分局所属员警。警方督察单位指出，这个穿白衫的查甫人是台北内湖分局康宁派出所姓陈的警察。内湖分局声明，姓陈的警察是因为要避免对方质疑伊是假警察，才被动提出证件，说明家己是休假中的警察。姓陈的员警也讲，迄当阵伊只敢问现场的状况，看对方有质疑，就请伊联络当地派出所。本分局陈姓员警休假期间协助了解交通纠纷，自身误意，将依规定予以议处。内湖分局强调，警察伫咧休假期间，敢若是有言行不周的情形，会秉持公正的立场，继续调查，依照规定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约旦河西岸的情势是继续伫咧恶化。占领区伫咧前2天啊，以色列军方攻击的过程当中，拍死14个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的官员是也未对这个事件来做评论。另外，以色列对南部城市拉法会当讲是逐天拢咧攻击。卫生官员日伊表示，一暝内底夺走22条的人命，而且其中有18人拢是囡仔。50岁救护车司机穆萨，无偌久之前才开车去约旦河西岸城市图卡瑞姆，甲受伤的人接菜，遭拄到以色列攻击而死亡。المصابين إذا حصل أي شيء في لحظات قام الجيش والمستوطنين بإطلاق الرصاص على المواطنين。以色列军方自19顶礼拜5开始对图卡瑞姆附近的努尔沙姆斯地区进行大规模攻击。到20又原继续甲武装分子交火，造成死伤。有人看到至少有3台无人机伫咧天顶飞。以色列军方讲，有2个巴勒斯坦人想要用这枚武器甲开枪攻击，以色列开火反击。约
约旦河西花长100公里，宽50公里。自1967年中东战争和以色列占领以来，一直拢是以巴冲突的核心。再加上加沙战争，后者的暴力活动更加严重，包括军队对基层组织的定期攻击。犹太屯军者对巴勒斯坦村庄攻击，也有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过头攻击。就是美国通过乌以台援助法案的时阵，加沙地区南部城市拉法遭受以色列攻击。这个阿囝是在老母不幸死亡的情形下出世，伊老爸也在轰炸时阵死亡。تم الولادة بشكل عاجل للطفل لإنقاذ ما يمكن إنقاذه بعملية قيصرية عاجلة للطفل。以色列军方差不多每天拢空袭拉法，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希望以色列减轻攻击的力量。不过以色列方面，以拉法是哈马斯上面一个主要据点，一个摧毁伊斯兰组织的军事能力为主要目标做理由，扩大地面作战。巴勒斯坦卫星官员讲，虽然以色列大部分的作战部队在这个月初有先撤出南部地区，不过加沙战火是也未停，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4000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国防部公布，昨日阁有中国军机来17抓，而且飞过咱的海峡中线，挖进咱北部，也阁有西南部的空隙，上近离家人敢若41海里。然而，美国众议院是通过953亿美金，针对乌克兰、以色列也有台湾等等印太国家援助的法案。然而，咱国总统府嘛表达感谢。强军持续对台湾威胁，国防部公布到22早起6点，24点钟内拢总查到21台强机、7只强舰，其中17台强机飞过台海中线进入北部、西南部空域，上近敢若离家人41海里。对这代志，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表示，强机为这飞到总统府的天顶，可能敢若4-5分都不会到。国军恐惊无预警的时间，大概4分到5分钟就可以到了总统府，总共时间，那是非常的快。那他已经在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他的空优，以他的制空权掌握在他手上，就有点兵临城下的感觉。让我们台湾在军事上面会猝不及防。国防部讲，国军运用任务军机、军舰也敢换地防空飞弹，严密监控甲应处。美国原来持续加强挺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20通过总价值953亿美金的援外法案，向乌克兰、以色列甲台湾提供安全援助。It's a dangerous time. Three of our primary adversaries, Russia and Iran and China, are working together. And they're being aggressors around the globe. Their advance threatens the free world, and it demands American leadership. If we turn our backs right now, the consequences could be devastating. 对于美国国会在中东冲突加剧、俄罗斯侵乌战争持续之际，仍然同意编列81.2亿美元，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国防部要表达感谢。总统府嘛感谢美国国会各在用具体的立法行动，落实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也甲提升台美安全合作。众议院审议的3个拨款法案，分别是608亿美金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264亿美金援助以色列，各向加沙也甲其他冲突地区提供人道援助。另外81亿美金协助台湾、菲律宾这些印太区域国家强化威吓能力，因应中国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日本在昨日发生2架自卫队的直升机在做夜间训练的时阵失事的意外。飞行机顶有8队员，1个人死亡，7个人失踪。根据找到飞行记录器，也就是乌巴的地点，有可能这2架飞行机伫咧空中相撞，才会载落海底。小架直升机载着护卫舰伫附近海峡监视，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平常时搭配舰艇巡逻用的 SH-600K 直升机。暂时所传出分别属于长崎大川航空基地甲德岛小松岛航空基地2架直升機，伫20暗時進行訓練的時陣，前後伫伊豆群島的礁島附近海峡失去聯絡。海上自衛隊の SH-600K の2機が夜間対戦線の訓練中、伊豆諸島鳥島東の洋上において通信途絶いたしました。日本防衛省表示，头一架直升機是伫暗時10點38分左右，甲基地失去聯絡。1分鐘了後，收到直升機的緊急信號，了後伫11點4分左右向發現。另外一隻飛到同款海峽的直升機，嘛早就失去信號，因為2架直升機面頂攏有4名隊員，雖然有找到隊員的遺體，也不過有關有真濟人下落不明。搭乗員
2機、計8名のうち、7名が行方不明であり、現在海上自衛隊が現場周辺の捜索を行っていますが、機体の一部と思われるものを洋上で確認しており、当該2機は墜落したものと考えられます。根据日本气象厅信息，20暗时的伊豆群岛甲小笠原群岛周围有高气压大咧，事故发生的岛屿周围可能有混杂，也毋过无清楚当时是毋是有落雨。伫海上自卫队的搜寻之下，暂时已经发现2只直升机的飞行记录器，因为发现2个记录器的地点真接近，无排除可能是2只直升机伫空中相挨造成袭击。攻击型的直升机过去伫2017年，捌伫夜间训练的时阵，伫亲身外海的日本海坠落，造成3名自卫队员死亡。国际新闻台上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日去访问中国3天，这是伊一年来第2届去访问中国。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伊这届去主要的目的是要求北京，在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就职典礼期间，唔通乌白起事，嘛甲北京施压，主动应对罗西亚的支持。美国众议院通过 TikTok 禁令，以360票比58票通过上新版禁用的法案，要求 TikTok 在一年内要甲中国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来分开。针对这点 ，TikTok 表示，美国政府吞大言论自由，不过目前这个法案要交予参议院来批准，按照后礼拜参议院会进行投票。根据 BBC 的报道，中非共和国有一架载300多人的渡船要去参加一场丧礼。因为超载伫首都班机附近的起冰器，造成济民众跌落水。当地救援的人员表示，目前已经有获到58具遗体。镜头转来咱国内，苗栗的地方法院一个书记官，今年2月份那像是因为过劳发烧住院住3届，落尾手引起败血症器官衰竭来过身。那亲像是因为伊的配属法官交代予伊的工课伤济。压力伤大，才害伊破病。因为法院这边是回应讲，伊住院的期间拢有咧甲关心，而且嘛会赶紧来查明真相。社群开头一称，台中地院法官萧玉豪发起一个标单统计，写甲伊甲讨厌法官名单，要提交予司法院发出书记官的心声。讲到苗栗地院一个姓陈的书记官疑似伤过操劳，其实无法做3摆发烧住院，只要败血症、合并肝甲腰子衰竭。今年2月不幸过身，留下当时才出世8个月大囡仔。当案件量变大的时候，文书的量就会变大，联络的量就会变大。当法官自己本身都没有办法负荷的时候，想当然的书记官一定也是没有办法负荷。这个姓陈的书记官只有30多岁就破病过身，有法官讲，疑似配属法官交办的工作压力造成伤过操劳有关系。也法院的同事讲，主管考虑无人欠骹手，伊就苦劝叫伊较慢才请长假，高层更加防指控。对发病到过身，断伊拢无人来探病。我每次都跟陈书记官说，你累了就休息，该下班就下班，加班不要来。可是当你的桌上就是堆满案件，书记官要怎么办？这整个制度性的问题，我自己没有能力去操持一个书记官。科长有跟陈书记官就是恳谈，那就是说当时的就是状况是不是许可？可以到就是帮忙到年底，他就是说他非常的兢兢业业，都说可以。苗栗地院发声明，成立组成专案小组来调查事实的真相，澄清住院期间拢陆续表达关怀，将依赖同事也自发募资33万外块来帮助书记官家属。伊的配属法官是感觉真悲伤，讲拢有提醒伊爱休困，也不过真无奈，这个案件最甲实在无法消化。司法院也很重视书记官等同仁过劳的问题。我们在做司法机关的人力评估时，绝对是朝增补所有人力的方向在规划，不会只增补法官的人力。对于树林地院立法官对老死亡了后，高等法院大法官也向伫办公室昏倒，像伊个有但书记官敢像伤过操劳过身，相关案件一直逼出来。司法院推出的改革做法，是法度解决工作量无法度负担的这个难题，拢也需要观察重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捷运中和新路线，早2点的时阵，有一架列车的车厢熊导火。加在有旅客是赶紧摕车底的灭火器来拍火。航空中心嘛安排车顶750个旅客改坐其他的车帮。
初步判定有可能是旅客在行动电源导火所致。20下晡5点外，这台中和新路线头一节车厢内底，雄雄冲出真侪白烟，甚至也有看到民众看到敢若火光。原来是有乘客早行动电源敢若导火，冲出烟出来。加在其他乘客赶紧用车厢灭火器来拍火。也不过事发当时，依然有真侪旅客惊到，还是会吓到啊，对啊，但是就赶快找站务人员。台北捷运公司回应，若拄到这种状况，北捷拢会事先来确认事发地点甲车厢的所在，用广播来引导旅客离开这个烟雾车厢。同时，请旅客使用车厢灭火器来拍火，并且随通报现况中心安排疏散，也通知 H 站传好灭火器来疏散旅客。等到状况摆渡了后，列车袂载人客，立即送回机场来进行处理。按照 SOP 安排，车上大约750位旅客改搭后续的列车，处理时间大约4分钟之后，系统恢复正常的运转。根据统计，像这款的行动电源加导火情形，在2021年也捌发生在台铁列车顶面。当时也是用车厢灭火器拍火，才确保乘客安全，引起外界关心。像是行动电源这随身的物件，要安怎来确保这安全性？专家提醒，买的时阵除了确保合格认证，使用时阵若发现这状况，上好现杀办个用啊。年限用比较久，它可能使用电源就已经有鼓包，就是膨胀起来状况就不要用了。或者充电之后你有手拿不住的异常高温，或者说你有摔到。北捷这架伫调看敢是去，好有这旅客主动出面来说明。另外，由这个事故影响列车运行，北捷也找专家、学者甲主管的机关来研究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诈骗的手路是百款，提醒民众都爱较买册咧。最近伫网络顶有咧传讲，有连锁的超商要找小小店长的广告，要来骗民众的个资。这个超商的业者嘛，赶紧伫咧官方的卖奖页来背货，讲这是诈骗的信息。因台北市警方嘛有接到通报。有一个负责人，伊伫咧交朋友的网站，熟悉一个24岁姓陈的查甫人，伊用各种的理由改借200万，落尾手警方趁诈骗集团车手伫咧提钱的时阵，是赶紧甲抓起来。伊若伫超商头前来跳舞，看起来真古锥。伊拢是参加这间连锁超商小小店长活动的囡仔。也最近有未少民众收到超商要找小店长的广告链接，也民众写详细个人资料甲电话，刑事局提醒民众爱说你这是诈骗的陷阱。他引导你加入 LINE 的群组，那这通常就是投资诈骗的前兆，或者是你点了这些之后呢，它会连接到一个仿真，就是类似就是某个银行的那种就是汇款账户的资讯，然后请你去填写。而超商业者也伫因官方网站澄清，这是假信息，提醒民众莫用骗去。刑事局讲，最近的诈骗模式，差不多拢是假说有名的企业，也是爱参加投票这形式，因民众点入去连结，除了你个人的资料会泄露，也搁再导入投资的群组，再搁诱拐民众来投资进行诈骗。民众若收到信息，会使向官方进一步纠正。另外，伫台北警方也抓到这个涉嫌诈骗4单的查甫人。这你拿的吗？原来是一个旅居美国好业的富人人，经由交朋友软体熟悉这4单的查甫人，因为这查甫人以各种理由要求金钱援助200万，这查甫人发现互诈骗了后，请律师报警，警方也伫双方约定要当面交付200万的时阵抓人。本分局与该名女子佯装面交现金，当场逮捕2名犯嫌，全案依诈欺罪嫌送办。警方抓到这4单的查甫人，也有向车手收钱、俗称收水的姓肖的查甫人，也提醒民众唔当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交朋友信息，避免被骗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台中昨日有一台车，那像是要硬冲过中环便道的管制站，所以警方发现讲，这车顶有载2个失联的移工，是随移送互专勤队来调查。根据统计，到去年年底，失踪的移工的人数是已经超过86000人。警方伫咧中惠便道管制站头前，将这台修路车抓来，原来是接到通报，讲车内有载2位非法移工。上车，来。警方将这2个移工带回去，初步了解，52岁姓邱的查甫人，加48岁姓吴的查某人，2个人拢是越南籍。想要去梨山找头路，拜托台湾一个朋友自新竹市载因去梨山。警方确定因的身份，2个人拢是失联的移工，遂移转台中站群队进一步调查。 2名越南籍移工
皆是通报行方不明人口，该2人称其要到和平区梨山地区找工作。根据移民署的资料统计，到2023年12月底，失联移工的人数86000多人，是史上人数上最。劳动部也公布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6年，差不多一半制造业甲营建业的头家，共计有请移工失联。台湾外籍工作者发展协会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大环境欠工，一个制度有缺失。从制度上面来改革，譬如说跨行可以转换工作，跨业转换工作。当然，过去长期以来的一个移工债务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必须要在这个时候来做一些处理。徐水熙表示，目前移工的跨行跨业转换制度无够完备，再加上移工因的资讯无够，造成失联的人数增加。政府应该防止中介剥削，也要提供实际的帮助，才有法度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年5月20日，新政府就要上任，民进党连续2天办青年论坛，针对公共支持、国际视野、公共参与等6大主题来做讨论。孙总统赖清德强调讲，未来政府的政策都是要把台湾打造做适合大家实现梦想、安心过日的好所在。民进党主办的青年论坛少年线2天上场，20由准副院长郑丽君带头，针对国家希望工程进行说明，希望透过甲少年职员当面沟通，让政策更加当拉近民意。第2天，各小组分别针对少年家长的公共支持、组处作的公共支持、投资青年的国际视野、公共参与等6大主题进行深入的问题收集、想法，进行整理甲发表。其实大家很多人都会认同社会住宅的方面，所以也期待就是赖转总统在上台之后，可以大力的在这一块多加支持。目前有薪的家庭照顾假只局限于公务员，但是我们希望是劳工都可以享有这些权益。那更不用讲说台湾的产假8周2个月是全世界最短，真的有很大的改革空间。重点整合意见，对未来施政做系统性的提醒。伫台卡厅的准总统赖清德，甲准正副院长倒用台电的军共同出席，亲身回应参加会议的青年讨论了后所提出来意见。赖清德讲，未来政府的政策内涵是将台湾改造成适合咱人做梦做实、好过日的好所在。那我最近跟企业界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跟他们讲，你们应该要去推动企业的幼托政策，政府会来协助解决一些政策面的问题，或是法规面的问题。台湾这个未来面对的2050的减碳，我们应该有全新的思维，我们才能够因应包括地缘政治，包括 AI、人工智慧等等。赖清德嘛表示，未来会继续推销社会主体政策，要求地方政府在推销都市更新、土地定位时阵，爱兴建社会主体。若做地方政府无这个能力兴建，会当甲土地用成本价卖予中央，交由中央来兴建。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治安的事件是真受大家关注。根据立法院的报告，公部门治安的人员是真欠卡手，主要原因之一是薪水的待遇甲民间差真济。作为部讲，当咧积极为政府部门找相关的人才培训，嘛争取到专门升迁的管道。有专家就分析讲，除了薪水甲升迁的管道以外，治安人员嘛要考虑就业环境发挥的空间，也有培训。外交部基于资料，敢若涉到互害客放伫网络顶面卖，毋那治安事件定定发生，中央甲地方的治安能力也无够。立法院法制局报告讲，尽管政府一直要请人，也过依法配置的治安专职人员依然无够。所谓部讲，主要是薪水待遇甲民间有差别，也个人员的存线受到限制。政府部门现在资讯人才里面去寻找可以转换为治安人力的同仁，提供培训的课程，让他可以转换到治安这条路，已经成功的跟考试院争取到所谓的治安直系，从事治安业务的同仁升迁的管道。参事部2022年年底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公务人员资讯处理职系有3632人，其中中央政府2651人，地方有981人。甲人数以及会计审计来比，人数明显差真多。专家讲，治安人员选择就业环境时，除了薪水、升迁、发挥空间，甲是不是获得进修，也拢是考虑。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是这个机关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计划，可以让他不断的做进修？
然后让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啊，或者一些这个法律的一些常识可以增加。资讯系统的先备知识之外，还要有安全的这样的一个 extra 的训练。林宗南建议，伫教育层面就应该互资安甲资讯领域分甲更加清楚，未来伫资安的领域的人才收集才会更加顺。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段时间是真接传出食安相关的问题。监察委员陈秋瑾甲蔡宗义表示，劳动部伫10年前修改中西餐烹调技术师检定的规范，取消爱先参加卫生讲习的时数，才会当报名考试相关的规定。这恐惊会降低导致卫生的质量甲食品的安全，所以申请主动调查。最近宝林地市王品集团北方分集者有名的连锁餐厅，连续有消费者食物件了后出现落吐瀉，且身体无爽快情形，甚至食物中毒等事件，引发外界关心。有民众向监察院定情反映，劳动部10年前修正中西餐技术师检定规范，无需要参加卫生讲习时数就使报考，恐惊影响食安卫生甲卫生的质量。监察委员申请主动来调查。他可能懂做菜。但不一定懂卫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修改？我们想了解这个原因，也想了解这个过程。监察委员讲，近期报考中西餐主食技术师技能检定进前，并级必须参加8点钟，以及必须参加16点钟的餐饮卫生讲习，才使报考。而且由餐饮客查人员来做这个卫生的评审。若出现互相污染这严重的失误，就会考41分不合格。不过这样规定，伫103年修正取消了。厨师去考证照时，他都要有一定的概念。如果说是在考试之前需要去做卫生讲习，我觉得当然是更周延啦。配合卫福部相关从业人员管理的相关规定里面，已经有卫生讲习的规范了，所以我们就不再重新律定。卫福部讲，若是有中西餐主食技术师证照的人，应申请总破塞证书，有效期限是4年，基本会使接受点研，并且每年要接受至少8点钟的卫生讲习，来确保大众餐饮卫生甲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看，伫台南市东山区东河里，最近小林山有5间饲鸡场申请要设立，因为当地是国家重要民俗西拉雅加巴萨亚济部落的所在，这是引起居民强烈的反弹。昨昏早起有200多个民众去抗议，也拿市府农业处是表示会严格来审核。坚持反对演鸡场设置，台南东山区东河里的民众日一早起做阵到演鸡场预定地抗议，由北部电话无接受演鸡场入来部落。居民态度坚定，因为最近伫当地有5个演鸡场陆续申请设置，其中2场市政府已经核准，另外3场也搁伫咧审核。民众是烦恼会扩大污染到空气、土地甲水源。污水处理业在放水吗？我问你来啦，做这啦，这拢东河里啊，啦，这够400公尺，我400公尺还得生。除了烦恼农地生活环境的影响，当地也是国家重要民俗西拉雅族及卫生亚济所在部落，而且部落已经纳入西拉雅国家风景区范围内。居民认为呢，设演鸡场一定会影响地方推广宗教文化旅游。反对鸡场继续入来加巴萨。第二，抗议政府错误养鸡场申请设置的政策，要来全面检讨。大家上烦恼的这3场，我马上先通知，拢先停起来，将先停起来。农业局派员接地政署，并表示，2个已经核准的演鸡场，若做未来设施无下标准，就无发放牧场登记证。另外3场当地审查，承诺会严格管控。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北龙安如性资警等的8家将成立到达已经120年，嘛已经登录做民俗保存的团体。如性资警等是全台湾北龙安5大条之一。因照应过日登去祖庙来接收，因讲5月份要举办庆典的活动，来推广家将的文化，希望会当改变社会对顶头刻板的印象。民俗一笔一画当咧开面，画甲真有路，哪画哪比较完道，就是要呈现上海传统的面谱。加上经过开工仪式，准备出阵，这就是全台北龙安卢姓资警团8家将团，嘛就是调报正能讲的假情。这个将团对1904年徛关到达2架子，每当因照惯例对集福宫步练到元和宫祝寿，为了庆祝120周年，因头摆拜寿了后，伫境内设境祈安。
写实济民众来见证历史的一刻。即卖伫外口听到拢是8+9这种污名化的物件，所以我感觉政府也是讲咱百姓拢爱去来了解这个传统的文化，啊，真正有了解，伊就袂互污名化。朱敬彤是比如按5条字，咱的面谱嘛是按阿公师，就是柯天将阿公迄个时阵都传承落来，按即马拢无去改做重大的改变，基本上拢是用较早上古早的面谱来画。伫清代到日本初期，迎五福大帝出巡是地方重要民俗。苏当时为了响应迎五部送瘟仪式，会手才成立这个总团。1915年大巴黎事件，因虽然受到一寡影响，不过游玩克服困难，经到即阵。那保留传统的出军仪式，定发甲家长编制。今年伊嘛正式互登录做民俗文化资产保存团体。伊也得到咱台南市政府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认定啊，起码代表咱规个社会对于咱这个传统的宗教文化，以及对着女性主敬等因对这个加强艺术的推广一个上大的肯定啊。做难得的机会啊，所以嘛是借这个机会继续来带咱家长证明，来带外口的人对咱家长误解一个较好的目标，互因看。希望讲对家长有兴趣的会当来这学习。咱继续来传承来安尼。卢姓朱敬堂把家长团指出，5月会举办家长体验参导相片展览等系列庆典活动，嘛按算未来要成立文物馆，通互大家更加明白家长文化内涵。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镜头咱话来看西班牙真出名的观光景点加那利群岛。最近因为这观光客实在是伤过多，甚至是影响到在地人的生活。当地有几啊千个居民去街仔路抗议，希望政府莫阁起饭店，而且都要限制订岛游客人数。吹向海里西班牙观光景点加那利群岛的居民，伫当地20行上街仔路示威，要求地方政府限制进入都市的观光人数，避免观光光害继续破坏都市的环境和基础设施。Destructor y devastador de espacios naturales que solo nos lleva al colapso, que agota todos los recursos y que precariza la economía. Canarias tiene un límite, el territorio canario tiene un límite y la paciencia de la gente también. 加那利群岛因为有多种气候、甲地形地貌，加上丰富历史人文，加做旅游胜地。2023年，敢若是去当地旅游的外国游客人次都1390万，是220万居民人口的6倍外。虽然观光收入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占规年 GDP 国内生产毛额的35%。兼过过度观光，加上进入当地买厝度假金条，所以一直增加居民生活甲住房的成本，互厝势一直起，居民生活真痛苦。暂时除了地站租出去的看房以外，搁要伫有名的拉特吉塔海堡起2间度假饭店，引起居民的绝食抗议，要参加示威活动，该坐轮椅。Esa huelga de hambre es la que tenemos aquí, planteada desde hace ya 9 días, que 6 compañeras están en esa huelga de hambre, presionando, intentando presionar para que realmente se haga caso de un sentir de la ciudadanía, que es que este modelo turístico. 居民因为厝价相关，做袂起厝。不过当地政府今年会通过一项法律草案，加强对地租房源的监管，包括限制租金，来保护长期税厝的人，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国视新闻台是董炳玉。伫寮国的龙坡邦，这个所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英国是寮国的首都，是请真侪游客来这行踏，欣赏当地历史文化。不过寮国政府按算伫当地起水坝，水坝若是起好，这阵由龙坡邦这个方式可能就会消失，而且烟花20个村的村民嘛有可能国不将都要搬走。真侪游客咧翕相，有人爬起咧研究，要将后壁古城斗阵翕入去。了解龙坡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吸引真侪人来欣赏历史文化。不过未来这旅游胜地恐惊会互一个水坝来破坏。岸边几啊台卡车出出入入，龙坡邦水坝已经开始咧起，加上其他伫湄公河流域顶悬的水坝，恐惊会危害这条长河的生态系统，也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方式。The 20-something communities living along the stretch of river to be flooded by the Luang Prabang Dam will no longer be practicing their livelihoods, will no longer be sending their produce to the town in the same way, and will see a river that's largely engineered and become a river serving industrial purposes.
要国政府开数十亿美金起水坝，希望解决水尾成过台的问题，可提供水力发电。只是当地人除了烦恼水坝互动破邦失去世界遗产的地位，烟花20个村头的人过被迫搬走。It's very high river, and after the dam, people change at the own village, have to go to the high in the mountain because river very high. UNESCO 会在今年7月印度新德里会议顶悬讨论这议题。龙坡邦过去是辽国首都，已经有上千年历史。有真侪佛教庙寺，游客用这阵欣赏豪华美景。不过未来水坝若起好，这种旅游体验可能会消失。That dam will ruin that experience for locals and tourists alike, because you'll no longer be able to travel there without getting off first at the dam and then probably busing in to the old town. So instead of being greeted by,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you'll be greeted by a dam, a big, ugly concrete structure. 而且水坝有定地附近无到10公里，就是一个断层带。周边的甘朴济甲越南拢要求辽国投资更较侪时间甲资源，调查水坝暗藏的影响，考验辽国政府伫员工甲建设之间要安怎平衡。公司新闻电为真评析。即马台湾全球都市化，而且对土地开发的需求嘛持续伫增加。不过，农地甲森林对人类来讲，同款是真重要。法国表示，到2050年的时阵，就要实施净零土地占用，也就是讲，只要开发大自然1公顷的土地，就要甲另外1公顷的土地献予大自然。不过，外界讲，若要考虑经济也有环境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这恐惊是真大挑战。巴黎南边25公里的所在，建设正紧，地铁站、厝甲大厦校园，来改变原本半农村地带面貌。农民烦恼生活问题，集营联合反对伫农产顶悬修建第18号新地铁线计划。C'est le cheval de Troie de l'urbanisation. Cette ligne-là, en fait, elle rentre dans les champs. Donc, les terres, il faut savoir que c'est des terres vraiment d'une très grande qualité. C'est des terres profondes, fertiles. Pour moi, c'est vraiment un sacrifice terrible d'impacter ces terres-là. 伫十班欧元发钱威胁之下，示威者被迫拆除矿井野地撤离。不过，相关争议毋是个限，大巴黎地区平均每年增加7万的居民。这年起，都市向外扩张，开发建设出现无法度动，绿地加做暗土建筑加点加路，用更较侪化石燃料，制造更较侪交通流量，排放更较侪温室气体，也牺牲自然环境的生物多样性，加拓荒、树炭等作用。为达成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法国推动真侪项能源加气候立法，包含2050年进行土地净零占用风险，也就是每开发1公顷的自然环境，都要互另外1公顷回归自然。不过实际上真歹做。画面上这5城面积拢是树啊，有公园、有生态池，甚至农地新建案，包含绿地在内，全部被看作是都市化开发范围。业者批评认定条件太过严格。400 et quelques mille logements neufs par an en France. Et si on supprime la moitié de ce que l'on peut construire, c'est tous les Français qui vont être impactés. L'une des conséquences, c'est qu'en baissant l'offre foncière, on augmente le prix du foncier. 市长表示，甲自然和解共生真是无简单。若对地方政府增加减税，或者是补贴的诱因，应更较有效避免巴黎外规的农业用地都市化。公司新闻是会长评析。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9度至30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
这礼拜较会落雨，民众若是出门都会记得炸雨伞或者是雨伞。最后感谢各位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